程翔1973年香港大學畢業，第2年就加入香港文匯報。82年佢前赴北京開辦文匯報駐京辦事處，報道咗中國改革開放嘅艱巨歷程，以及有關香港、澳門嘅前途會談等等。8964事件之後，佢離開文匯報。2005年8月，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名將佢逮捕。嘭一聲，個生埋個鐵閘嘅時候咧，成個心都碎晒。你愛祖國，祖國愛你嗎？單獨監禁嘅後期，我覺得我想發癲啦！我大聲嗌，我話你俾筆俾紙我要寫嘢。當我諗通咗自己都冇做錯嘅時候咧，我就係提咗呢個對聯：書生報國無長物，忠肝烈膽一禿筆，嚟鼓勵自己。無論乜嘢事發生喺我身上，都唔會改變我對呢個國家嘅嗰種感情。我係1949年喺中國大陸潮州出世嘅，可以話得咧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同齡人。3歲嘅時候咧，我爸爸咧就舉家南遷。雖然我喺香港殖民地社會長大，但我覺得對一個中國人嚟講咧，共產黨1949年建國係一件好重要嘅好劃時代嘅事，因為佢係結束咗中國人民100幾年嚟受外國人欺負嘅一個咁嘅歷史。第一，毛澤東嗰句說話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上嚟，喺精神上嚟講咧，佢係振奮咗整個民族嘅精神。中央人民政府今天勝利啦！第二咧就係奠定咗一個建設國家嘅一個物質嘅基礎。第三咧，中國近100年嘅歷史上咧，係第一次有一股強大嘅力量咧，將整個社會咧，即係凝聚起上嚟。肯定咗佢建國呢個歷史意義之後咧，我哋睇翻佢跟住落嚟嗰個發展啦。愛國，我覺得就係愛人民、愛土地、愛文化。你從呢個標準嚟睇，共產黨頭30年嚟嘅好多政策咧，係的確令一個愛國者係非常之心痛㗎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喺2002年發表嘅一個世界暴力報告，提到人類喺20世紀曾經出現過4場大災難，就係2次大戰啦，斯大林30年代嘅統治啦，同埋中共喺1958到1960年嘅大躍進。綿綿不絕嘅政治運動喺頭嗰30年嚟造成，最低嘅估計係4000萬，高嘅估計係6000萬人嘅非正常嘅死亡。譬如3反5反啦，譬如57年開始嘅反右啦，譬如58年開始推行嘅大躍進政策啦。當時有好多弄虛作假、誇大修飾嘅新聞，但係實際上呢，餓死咗將近3000萬人。咁跟住再有呢，就係文化大革命，挑動群眾鬥群眾，
挑動呢個紅衛兵去打砸搶。從愛土地呢個角度嚟講呢，共產黨60年嚟嘅統治呢，係好令中國人民失望嘅。